欢迎收看福喜类的好空比波。哇，也哈好，已经是半日钟的哦，吼，也暑假吼就会结束的，唔知大家吼有许哪老了么？今日咧好空比波吼，就报本大家迄嘛个好教、好料、好看、好糖的东西咧。首先咧就先来小介吼，今日来宾哦，就系国光剧团的演出的行政苏龙老师，你好。你好，安琪，你好，现场的各位观众来宾，大家好。嘿，还有顺风的咧，就系演咯，吼，就系刘家玉，嘉玉老师你好，安琪好，相亲大家好。嘿，吼，唐讲吼，也苏龙老师佢唔系行业的吼，唔过一拜吼就系有嘉玉老师，嘉玉老师啲度做对讲一下合法有冇？来听数讲，你讲咧开放系冇？嘿，简单的做啲通信啊讲到，唔怕，主要吼也好空比波就报本大家好看、好糖，含係好教、好料的法通就錯嘅。根本呢個嚟小嘅咧吼，家下有糖到係國光劇團吼，就知道嘅係有好糖，有做對好看的戲劇嘅哦吼。根本呢個嚟小嘅係國光嘅一類成果展，係冇？聽說這一次有一個成果展要來介紹給大家。是，國光在今年的7月到8月之間呢，我們舉辦了一個暑期的特訓活動啊。那麼在8月23號跟24號呢，我們會在國光劇場啊做2天的成果發表，我是好角色的成果發表。那我們會有2天共有8個劇目，都是非常經典而且精彩的劇目。那像是有這個武旦的擂鼓戰金山，梁紅玉的故事，那有小生經典的羅成教官，那小花臉的很特殊的一個崑曲，它要講一個蘇白的那地方方言的一個醉造，還有美猴王鬧天宮，對，這個是對大家都知道的。那麼另外還有就是黃金台老生戲，紅娘花旦戲，還有就是古城會桃園三結義的故事。我說一百位有剛才有講有8個劇目就對了。對。不過剛才講嘅要成果展哈，講到成果展一定會有活動。有發通將會有一個成果展，也就會復演啊！吼，唐講喺影帝會有一個我是好角色，我是好角色的一個活動，是不是？對，我是好角色其實是延續去年啊，去年我們的我是好角色，因為呢，我們的活動是針對比較年輕的一些演員或是學生，那目的是希望是說，只要是演員，他都需要被觀眾來認識，所以呢，我們就舉辦了一個所謂的觀眾票選的活動，那所有進場的觀眾他都能夠拿到一張票選單，然後他只要針對自己心目當中，他覺得當天表現最好的那個人，然後投下選票。顧總，你那個選單上面是會有演員，你還是在那個角色上面的名字，是不是？會有演員自己本身，他的本名，還有他飾演的角色。就美猴王誰誰誰。對，比方說美猴王，這樣比較好認，有沒有？對。那去年我們還比較特殊一點，因為我們去年有一些清唱的片段，所以他是身上別着很大的一個號碼牌。1號，選我，這種就 OK 了。其實就是就是製造一個讓我們的年輕演員有機會讓觀眾認識，露出對，讓他們認識了之後呢，然後聚集一些人氣，然後成為就是要有粉絲的話，那會有人氣，人氣就會是一種動力。不過剛好有一開始講到國光劇團的時候，大家就知道談到國光哈，就會知道哇，是一個老字號，一個劇團的老字號。唐講也係所以來面係1995年開始的時間，就係對三軍就是三軍京劇團來結合變成國光，開始都也係咩20年的吼，20年的時間，咩主題做嘅動作傳統的東西，咩希望做啲傳承下去啊，傳統的技巧啊，還有內容，真主要嘅咩係從日擺法通共用吼，做啲獻上，做啲培訓一新嘅曉上人來參加，和係來推廣一下呀傳統嘅戲劇嘅部分。不過從一擺嘅看到嘅呀，我是好角色，剛剛講到也係第2年嘅。不過一開始嘅時間，從去年開始，你有冇有安尼嘅想法？怎麼會有這樣的想法？想要有一個我是好角色，因為從呀很像是一個暑訓，因為呀發通這樣嘅一張你也聽聽咩？就是怎麼會有這樣的想法，想要來做這樣子的特訓？
其实是因为我们其实感觉到现在台湾的京剧的环境不如以前。那么胆枪京剧啦，这不止京对剧，了是黑某是不是？其实各个剧团是没错稍微联系一下，其实还差不多哎。传统戏曲的这个整个的环境都断层，对，它落寞得很厉害。那再加上我们有一些前辈的资深的艺术家这其实这几年离开的也很多。那么所以说，现在在学校的学生，他其实慢慢的所学其实是会越来越被限制，就是越来越限制有所限的。那在他们从学校、从学生到进入剧团到一个职业的舞台的这中间，他其实要有一个衔接的教育。那么我们就是觉得说，现在的青年的演员会的东西其实可以再更多一点，那它的基础可以再被打磨得更坚实一点，底可以再深厚一点，要再深厚一点。所以呢，我们就有这么一个想法，就是说，其实我们陆续都会请一些老师来台湾上课，只是我们是很认真的认为说，在我们忙碌了一整年之后，那所有的演员在身心方面，他其实也是需要沉淀而且充实的，所以就也要充电一下，必须要的，必须要的。我会发现一年就给松口有吗？一直上课，一直上课，所以他其实在各方面都会疲劳，他疲劳了之后，他的效果都不会好，然后他的身体可能就容易受伤。所以我们在跟我们的就是主管这边沟通了很久之后，觉得要做一个让团员可以专心的充电，然后专心的沉淀，专心的学习，然后让他们可以有更大的一个进步的一个机会。所以从去年开始才会有这样的。从去年开始，对，就安排了大概就是在暑假1个月的时间，请一些老师来。那这段时间他们除了专心上课，然后排练、准备成果展之外，我说好角色的成果展之外，他们就是没有做其他的演出。就比较专心，就是在这个月里面，就是这样子的吸收力来讲 ，make up 强这样比较强一点，是非常。能够像佳玉老师你现在已经也是不用去参加那个特训了啦，已经老师级，有没有比较不一样的感觉？因为他这个较冲黑后上领填上的一类技飞就错嘅，唔讲你就来看，你们迄细开始就来学习的咩吼？你去甲吃到了有安尼技飞，因为呀这种技飞挺难的咩？头白的时间咩较少有安尼技飞吼。跳白摸跳白都是台湾的老师教我们。如果该发源地是在北京啦，所以那个天子脚下，他们那真的很道地，而且老师还有师资还有流派非常的多。像先生，唔计用时可能我学嘅班，唔会去甲去学吼。嘿啊，洞艰难，这个要进修嘛。对呀，然后住的那早期的环境。洞喉，然后我们还要很认真找老师，然后现在按喉改技术给请老师拱来，还有按演老师们动热心，这样我们就很感动了。然后年轻人这样子努力的学，然后以前呢，我们当然是跳白我们演出的机会动斗，然后例如说我演一个花木兰，就从头到尾2个小时都我一个人演的，一撒听听哦，一撒就是谁模样谁来的，谁模谁来的，用武功那又青衣这样几个来，那200呢，就现在演出机会少了，这样一个花木兰，好难得有1天的演出机会，有5、6个人演，所以。在基础上，他们就会动态的某功用吼。对，因为种唔计用时的时间，可能就系演出的经验累积去改实力啊，系冇实力听的就越来越盆。不过一下可能系技飞较少的，故说有2、3年后就会本嘅技飞啊吼，1、3年就冲一吞安尼。所以。这次请老师来，他们可以打下很好的基础。该美入分该欣赏功给来脚步啊，还有他的那个声音啊，各方面，他说他们都要从头的给他们加强，因为很多是武戏的演员，然后他来学文戏，可能佢嘅身段系做得的，唔过佢嘅冲嘅部分可能就会训练吼。隔行如隔山，他可能。只是隔角色而已，他没有隔到行就冇空用哎哈。书生啊，他比较轻柔一点，那武生他比较江湖味的。老师说这个他就要改很久。不过亚拜吼，唐讲吼，咩迄因为要去年就开始，这去年就有，今年又有的吼。那有看到也迄发通的内容地度有讲到，迄3年就3年一期，迄也迄嘛个意思，迄用3年来做一个1周期嘛。
其实因为我们每年能够集中训练的时间很短，那专业的训练其实它是需要非常的持续的，所以我们认为就是说你1年、2年、3年，它差不多累积到了一个我们可以看得出它一个基本的效果。那也正好对这些学生他学习的状态刚好是一个检验的一个时候，所以3年我们认为是一个基础。古时候托给呀、红眼低度这些学员里面，听说有基础，嘿吗？就他自己一定要有自己的一些基础在。对，就不是一个我喜欢歌仔戏，我喜欢京剧就可以来报名的这种。对，其实我们当时开放的时候，其实有考虑到他一定的专业的一个要求，所以我们开放的是14岁以上，然后你必须具有2年的专业戏曲基础。那当然，其实我们今年有一个很特殊的状况，就是我们有很多非常一般的社会大众爱好者非常多，其实还蛮多数的，他们来报名。对，其实就是大家觉得说这个老师很棒很难得，所以都报了名。其实是好事，对，然后会事情呢，然后就觉得说啊，其实还是真的有很多人非常的喜爱。可是不行啊，会怕他们挫折感太大，真给懂准一样被懂习耶。所以我每一个人我都是先打电话，就是先跟大家委婉的说明，但他们都非常清楚说，我们只要能够坐在旁边旁听就好，用一个粉丝的角度，对，应该是动听，而且他们的出席率都非常的高，所以我们就有争取过老师的意思，老师就是说欢迎大家来。那至于就是有一些年纪比较轻的程度比较差的老师就会说，我们也欢迎他来能看一点学一点，我们不打击他们学习的热情。那甚至这次有歌仔戏科的学生，对，歌戏耶，对，歌仔戏科的学生，那当然他不是来学文戏的，他是学钟馗家妹跟闹天宫的。那他们是经过你参加一发黑周庆就是全部都要上，全部都要学嘛。还是他可以挑，我有钟馗家妹的时候我再来就好。基本上每天都有课每天都有课，所以我们这次有个歌仔戏课的学生，其实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夸奖他。他住在3居，他每天早上5点从家里出门，然后来上课，上完1天的课来到木栅，对。然后上完1天课再回家，然后那我们其实是真的觉得这个，就说我们的老师很开心，他觉得说学生有这样的学习态度，老师再辛苦都值得。所以我们虽然开出了一个这样子的，就是说14岁以上有专业戏曲基础2年以上的条件，但是我们还是欢迎所有对传统戏曲有兴趣的朋友，你们都可以来。然后希望这边可以提供你们有一些学习的机会。虽然讲一摆的计费刚才有讲到的，黑从去年就开始有咧，我是好角色的发通的也喺发通底度咧，听说有基础的啦，有基础还有刚才讲到的，还有剧团啊，配咧剧团啊，有经验6年以上的以上的当作得来参加，因为咩模上你来高校用查片按胎喏，也唔可以你看戏听我去学的，学的反而冇听。欣赏他绝对不可能是从一开始的发声教你，也咩太困难的因为也长途系有差别的。唔讲冇要紧假使你自家咧系好看戏的、好看戏曲的、好谈戏的就做得来看一摆的成果展咯。虽然佢也就会好唱的系好皮唔过佢也就演出听说会动精彩所以嚟底度有嘛个精彩的内容系嘛，还有还有讲到的有8类无共用的剧目喺嘛个嚟定下张手机本睇教，一下先嚟学佢哈。